好生薑精油，好生薑精油。頭先有上一集就講咗乾薑啦，咁生薑咧就係喺新鮮情況底下去提取嘅精油嘅薑嘅精油啦。咁啊，佢都係由根部提出嚟嘅，咁佢個味咧比乾薑咧更加辛辣啲嘅啊。咁樣就佢嘅心，即係對於心靈上啦、情緒上嘅好處咧，都係提供一啲提神啲嘅、提振精神嘅啊，同埋咧令到有啲正向嘅感覺嘅啊。咁而處理身體嘅部分咧，身體問題部分咧，佢係改善血液循環啦，咁可以幫助改善埋個心臟嗰個健康啦。咁因為血液循環好，個心臟負荷就會少咗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係佢又係對呢個消化系統有好處嘅，幫助消化啦，改善消化系統啦，同埋咧又係譬如有陣時可能有啲反胃嘅感覺咧，佢可以改善到嘅。例如可能去旅行啦，或者一啲治療或者係一啲孕婦啦，有時候會反胃噶嘛，即係長期會上嘔嘅感覺嘅，咁佢都可以舒緩到嘅。另外啦，佢可以改善一啲肚瀉啦、肚瀉甚至便秘咁極端嘅咁樣，咁即係佢就係一個平衡翻呢個循環啦，呢個排泄循環嘅功能嘅。咁另外啦，就係佢有抗炎嘅功效啦。咁特別係咧舒緩一啲咧鼻腔啦、喉部或者一啲黏膜嘅炎症嘅不適啊。咁就例如睇完醫生食緊藥嘅時候咧就都可以繼續用呢個薑嘅精油做一啲舒緩嘅咁樣啊。緊記下，如果你有啲唔舒服嘅，梗係要睇醫生啦。但係精油譬如係一個輔助作用嘅，即係幫你舒緩翻一啲唔太舒服嘅感覺啦嚇，亦都等你快啲好翻，即係要相輔相成嘅。好，跟住咧就係都係一樣啦，可以改善手腳冰冷啦，咁樣就係佢驅寒啦、活血啦，同埋去頭風嘅，舒緩頭痛嘅，所以呢啲功效有啲似乾薑嘅，係啦。另外啦，皮膚上啦都係同乾薑一樣啦，佢係幫助咧去瘀啦，促進血液循環啦，又係幫助排汗排毒嘅。咁同埋咧可以咧令到個皮膚啦佢因為佢會排汗排毒啦，咁順便去淨化呢啲毛孔嘅。有時我哋唔可以用喺面度啦，有時有啲背脊啦以往做芳療咧，有啲男士或者女士咧背脊都會係嗰個毛孔咧會擴大咗嘅，有機會係因為佢閉塞咗啦，又或者有一啲雜物喺個毛孔度啦。咁毛孔擴張喺中醫個角度嚟講咧，佢好容易係有風邪啦，即係好容易入風啦，唔舒服啦咁樣嘅。咁我哋要收翻細啲，幫佢做淨化翻嗰個毛孔，清理翻個毛孔嘅時候，等佢個毛孔生翻細啲嘅。呢個就係一啲中醫護理上嘅理論啦。好，咁另外咧就係亦都可以用喺一個頭髮嘅配方啦，滴少少落個無香料嘅洗頭水裏邊啦，或者做一個護髮油啦，按摩頭巾，佢亦都係可以強壯翻個髮根嘅。咁講兩個簡單嘅分享，兩個簡單可以用嘅配方啦。咁樣生薑2滴，馬鬱蘭3滴，迷迭香3滴，植物基底油10 ml。咁呢個係可以愛嚟按摩個關節啦，同埋肌肉嘅，舒緩關節同肌肉痛嘅。特別係咧舒緩因為天氣風濕影響下嘅關節痛咧，呢個就好有效。另外啦，就係生薑2滴，迷迭香3滴，快樂鼠尾草3滴，大西洋雪松2滴，10 ml 嘅植物基底油。咁呢個按啲咩咧？就係按頭皮啦，按頭皮，因為咧
除咗生薑之外，其他個配方咧都係咧對頭皮對毛囊係有好處嘅，可以咧幫助頭髮生長、防止脫髮，同埋加強個頭皮健康、頭髮健康嘅。咁洗完頭之後，唔係應該洗完頭，整濕個頭之後咧就按摩個頭皮啦，係按摩頭皮係啦。跟住咧，我建議就可以落啲保鮮紙或者毛巾包一包佢啦，就可能5至10分鐘啦，等啲精華咧吸收啦，等啲精油嗰個功效吸收得好啲，跟住咧再用比較溫和嘅洗頭水啦，洗翻走啲油嗰個護髮油，咁可以改善個頭皮健康。好啦，咁另外啦，佢嗰個使用嘅禁忌同埋注意事項都同山姜一樣啦，因為佢都係一個比較強嘅高刺激性嘅精油啦，所以咧都唔建議用喺面部嘅配方裏邊啦，亦都建議用一個低配方嘅低濃度嘅配方，即係譬如想用一個5% 嘅濃度嘅配方嘅時候咧，咁呢個乾姜咧就最好就唔好，生姜咧就唔好多過1% 啦，係啦，即係佢係永遠喺配方裏邊用最少滴數嗰個咧，你就安全噶啦。我都係比較保守啲嘅，因為人體同大自然佢個溝通未必成日都係會有一個好實際嘅數據喺度嘅嚇，咁人可能有唔同植物，佢每棵樹或者每一批嘅精油咧，佢都會有唔同嘅入邊嘅，唔會一模一樣，因為佢唔係人工噶嘛嚇，所以最好就係較為安全嘅配方去用啦。嗰日啦，BB 仔同孕婦啦，就用啲好低，再低啲，我建議再低啲，點可能0.5% 嘅配方去用啦。BB 其實嬰兒我建議都唔用添，因為始終佢係一個比較刺激啲嘅精油，直頭嬰兒可以唔避免啦，因為應該有更加唔同嘅精油咧，更加安全咁樣俾嬰孩使用嘅。咁都係一樣啦。如果用於皮膚咧，就係千祈唔好微稀釋就直接用喺皮膚度啦。咁亦都係啦。唔建議內服嘅，只係外用嘅啫。係啦，亦都係啦，用喺皮膚嘅時候咧，建議喺個手呢個位置同埋耳仔呢個位置咧做一個測試先嘅，安全起見嚇，同埋避免接觸眼啦，即係有時滴完個精油，滴完精油做完配方，記得洗手啦，唔好話即刻捽眼，或者捽眼本身都係唔啱嘅。同埋咧記得要避開。盡量唔好俾細路仔掂到精油啦，咁樣好啦。咁上一次我冇介紹乾薑精油價錢，乾薑同山薑精油都一樣啦，10 ml 係98蚊，30 ml 係230蚊，一樣啦。3支我哋同以前門市一樣有150折啦。咁另外有啲專業嘅優惠啦，即係譬如佢係一個芳療師或者係芳療學生，或者係瑜伽或者靜觀老師，或者運動其他嘢啦，或者係啲手作仔嘅導師啦，咁佢哋都會有一個另外佢哋嘅叫做商業點講咧，特別優惠嘅，係啦，咁未登記嘅朋友可以 WhatsApp 我哋幫你做個登記，係啦。今集係咁多，下次再介紹其他精油。